美国前总统川普进前甲这媒体讲，台湾抢走晶片的生意，就要纳予美国保护费。市场也烦恼讲，这美中科技战会搁再加悬。台积电的美国准托边境 ADR 就688%，台积电今仔日股价也是走低，影响到台股。这台股盘中捌落到600点。台积电今仔下晡举行法说会，公布今年第二季财务报告，合并营收是大票6735亿，和去年同期来比是增加40.1%。若针对着这纳保护费的言论，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就表示，台积电的海外布局袂因为安尼生就来改变。今晚台港两头，台积电10月是举行发说会，不过各界重点放伫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最近讲是爱台湾纳保护费，真正关心台湾的供应链和台积电的美厂计划敢会有变化。We continue to expand in Arizona, in Kumamoto, and maybe future in Europe. No change to our strategy. We continue our current practice. 魏德嘉强调，台积电海外设厂的计划未改变。不过，川普进前讲的这话，造成台积电的 ADR 大688%，连带拖累台股。台积电10月一透早，总是落44块，上加落到986块，落破1000块。要收盘的时阵，则又转来1000块以上，收伫1005块。10月台股嘛是开价走低，早盘中是大落上100点，落尾收伫23398点，落371点。但是台积电公布的第二季财务报告同款是真好，合并营收是大票6735.1亿，和去年同期比是增加40.1%。按算第三季有可能搁创新高。法人关心讲，台积电是传出口误是先进封装产能真热力，当时才会当将士平衡。Is not enough and in great shortage, and that will limit my customers' growth. So we are working with our OSAT partner and try to give more capacity to my customer. 强调先进封装产能会继续拍拼扩散，这是晶圆的绩效敢会挑起，为特加工晶圆产品的定价有策略性，目前和客户继续订定的进度拢算好，有信心会当伫绩效和生年之间找到平衡。制程规格的往前的推进，而造成整个晶片的效能大大的提升。台积电在这个部分多收取晶圆代工的费用，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也相信他的客户端可以接受。专家分析，台积电对晶圆绩效的制定有一定的原则，无共制定的晶圆有无共绩效，未来营收和产能敢会搁创新高，市场是加关注。记者综合报道。